英国公立的病院伫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，使用受到污染的火，甲这患者输血，致使超过3万人感染到 HIV 或者是 C 型肝炎，超过3000人死亡。调查报告伫20对外公布，讲这是明知影患者所造成的医疗灾难。首相苏纳克也向这受害者和家属回息咧，赔偿金额可能要来到100亿的英镑。 Put their faith in doctors and in the government to keep them safe, and their trust was betrayed. 由前法官兰斯塔夫爵士主持的血液污染调查，20公布用7年的时间调阅10万多份资料，访谈5000外有看到的人所完成的7大册2500页调查报告。1970年至1990年代这段期间，英国因为血不够，为美国进口血加血的制品，无疑过部分进口的血是犯人加食毒的，这个高风险的人捐的，有4型肝炎加艾滋病毒。 国民保健署 NHS 无经过安全检验，就予白血病的患者手术的病患，也甲有新的负责人使用。报告指出，到1982年，当局已经知影血的安全有疑问，毋过选择隐瞒真相，甚至伫病人毋知的情况下进行临床试验。Over 30,000 people being infected with viruses which were life-shattering. Over 3,000 have already died, and that number is climbing week by week. 兰斯塔夫爵士指出，这件国民保健署1948年成立以来上界大规模的医疗灾难，毋是一场意外，是为政府到上前线的医师明记知影过安尼做所造成的。调查报告公布了后，首相苏纳克伫国会议场讲，这是一项国家建效日，影响受害者甲家属回息的，保证会转民生的赔偿。详细赔偿方案会伫2月公布，估计费用会达到100亿英镑。 Today,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, some of whom are with us in the gallery. I want to make a wholehearted and unequivocal apology for this terrible injustice. 兰斯塔夫爵士2022年7月、2023年4月两届公布初期报告，都建议对受害者甲家属提供金额赔偿，已经有4000个幸存者甲7000个民众得到当局10万英镑的赔偿金。完整的报告公布了后，上大的在野党工党主席斯坦莫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，因为这不是单一政党任内的代志，是历史共业。公司新闻，汪慧文编译。